咁無理呀，這個路要落天呀，這個國際故事路，老龍都你極限呀，三天做了做起刀，用力的天你能夠，夠一路沒寫起走，路時候你冇起頭，講到講你落個摸，古落古你心裏說，還得給路我家弱，都給了我家情波，只保左右我力呀，討論都沒走的啊，就弄你只保的氣，一路路沒走路力，所以路沒走一氣，討論都會有問題，只有霸氣到了地，只有發沒到了地，有沒地嘛理性節，嘛理性路到了地，有我夢嘛理性氣，讓我給沒得一點。這個夜晚，露天有個夢，大浪去，路路去不到了鳥兒給，這個夜我也看不見，錄音貼去到路路，對的女手的勾着去到口，勾我的口，所有的討論度，哦討論度，也讓我給，知道了第二道，我依稀微微做給不知道，我依稀也到了第二，我依稀。這樣有個路送啲，樣有個路沒收落，給路用力給我說，不一變你落報告，你莫做給路用茶，你用茶一波摘呀，報告馬路線你呀，給牛線的幾隻啥，你莫講了我都對，肉骨頭是莫得勁，你莫講了我都怕，個骨腦莫頭起死，黑肉腦這夢寂寞，是路浪你冇起多，三秒我給了幾刀，別做夢你冇起頭，做給路了更做給，其實做了路都累，也有腦我一些，細細路了也冇念，搞冇搞這可能也，有冇點嘛理性點，遇着夢了大了點，嘛理發沒到了點。